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迎接农历的春年，让市民会当安心来过一个好年，市长李梦燕伫咧8号暗时来视察到107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课建立，由警察局的各单位、义警、民防、义交、志工、守望相助队以及宪兵甲消防，总共439位来参与，共同来宣示维护治安的决心。虽然天气真冷，又搁落着小雨，但警察当然依然充满精神，特别伫咧战斗机卡展现这部分，特殊任务小组也展现出满满气魄，进行着破叉帮、破瓦片等等高难度的动作。现场视察的台南市长李梦燕也肯定警察同仁的辛苦，同时勉励因伫咧过年期间，爱将107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课做好。特别伫咧反毒的部分，爱更加用心去执行。那赖院长为了要彻底打击国内毒品的问题，我们的国内的毒品问题已经是国安的问题。那他特别启动安居的专案，那要透过社区、高楼大厦等情资的专业分析，结合义警、民防、义交、守望相助队、志工等协勤的能力。溯源的找到制毒跟贩毒的源头，我想这需要结合社区的警政、武力携手打拼，务必协力将毒品赶出校园，阻绝在我们台南市外，并强力宣导民众反毒，建立友善的通报网，共创台南无毒的家园。配合行政院新世代反毒政策，市长勉励警方爱找出毒品的源头，将毒品赶出校园。也希望民众会当配合政策，建立着友善的通报网络，大家做伙来建造一个无毒的家园。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虽然最近拢有强烈的寒流，不过为着要避免天狗咧病袂猛，同款会找到温暖的所在来洗暖，所以市府下午跨局处动员来举办着誓师大会。市长强调，防疫一定要全民来参与，全民来防治，绝对袂当放松。虽然台南伫去年创下天狗热无本土病例成绩，不过为了提醒全民随时注意，彻底做好巡岛清山，避免天气过热落雨以后有产生病媒网的威胁。对此，市长强调，对天狗热的防疫无法度用稳，袂当放松的决心。随着春节的来到。马上气候会变暖，那么我想接着就是登革热的一个考验，那只要气候稍微高于15度到20度左右，那其实登革热就有机会来滋生，那么而且又加上最近几天在台南有下雨，那么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以去年跟前年。有不错的防疫的成绩而松懈，那么所以大家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务必要以这个看到积水容器，看到这个文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对于不容许一丝存在的一个机会跟可能，如果大家有抱着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零容忍。的这样一个决心，那整个登革热的防治才有可能成功哈。台南防疫全民参与，加油加油加油！誓师大会除了市府以及主管、区长等相关同仁，也有国家级文媒中心的教授拢共齐组织，除了顾市民健康，嘛是避免多次发展受到阻碍。但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第11届议会临时会虽然昨结束，
不过，对着昨下午啊，议员赖慧媛发动的新营里民抗议民主艺术厅，要来作为青年创业育成基地。经过了1天的时间，上午煞传出是议长用1亿的介绍俗俗啊卖出去。对此，议长赖美惠上午紧急召开记者会，认为这是对手故意来抹黑，无排除提出告诉。议长赖美惠上午起不破，伊讲民地艺术中心的活化计划是经过政党党团的协商结果，并是个人讲要安怎就当安怎，所以对昨赖慧媛一方民地艺术厅对指责，另外也对外放声讲议长用1亿赎买民地艺术厅。对此，议长赖美惠上午提出严厉谴责，不排除提出告诉。政治毋是用抹黑做个人攻击。这种的手段造就着个人伊的政治的延续，安尼是毋对的。今仔日伊对我用着伫艺术厅甲我指责也好，向我伫外口向所有的群众声声句句讲我甲艺术厅、民地艺术厅买去，我要消灭着民地艺术厅，这种的是无事实。是抹黑，所以我伫遮严重提出谴责。同时，我希望伊放弃着伫艺术厅言论的这个免责权，我要提出告诉，还我的清白。议长进一步表示，赖慧媛不但无欢迎青年创业基地进驻，同时也提出102年赖慧媛要将民地艺术中心改造清洁队办公室的提案，所以指责对方讲法根本是前后冲突。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五星级饭店举办观会，到今年已经是第10届。根据统计，到今响应观会人数已经达到2700位。上午观会活动也拄好拄到花莲地动，所以会当看到来观会民众更加踊跃，希望库存有够货量来支援救灾。现在9点1到预定400位下礼拜饭店观会行动就全部拢发送完。虽然过去每一档至少有300个观会拢吸引大批民众排队来响应，不过这摆因为强烈寒流、天气寒、管的人少。加上花莲地动的缘故，由北部支援东部用货量多，有需要调度到南部的货量，所以上午观会人明显增加，特别当人感受上深，拢来热情相挺。我们小市民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啦，好，那如果在我们可以做的范围之内，好，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对，所以针对这次花莲，真的是我们也觉得是很难过，因为我们台南是在去年的时候。永康地震也是让我们，所以我们这一次台南人也是都可以那个挽起袖子，对，挽起袖子然后可以帮助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这一次呢，一大早5点多就有张姓的热血民众呢来排队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外面这个旁边都是大家在陆陆续续的来捐血。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一大早这么多人呢，都是有心希望能够来出一份自己的心力，来希望帮助我们花莲这些血荒的问题。那大义励志1年都会举办3次捐血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把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一直持续下去。那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小小的心力，能够帮助花莲这些需要血荒的民众。谢谢。所以饭店今年为了号召更较侪人第一摆观会加关500cc的民众，除了送自助餐券加抽饭店的大房以外，也加码送出下午茶的餐券，来鼓励爱心观会尽一份心力。内新闻本集郭国义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抱着高度的期待，上午台南的双城巴士正式甲市民来见面，而且一摆就是3台，风格拢无共款，相当吸引人。市长表示，双城巴士除了加入运输的行列，更是政府甲民间共同合作，拼观光、行销台南的典范。台南双城的巴士客行就是无共款，现场除了市府官员、中央民代甲侪机关拢来，连沿线经过5000间观光饭店的总经理甲卖少的民众，嘛拢抱着高度的期待，做回来见证2月10号正式营运的日子。3、2、1，请启动！台南双层巴士2月10号正式上路，相信。观光巴士会当伫过年前正式营运，不过侪人嘛希望第一时间来体验。现场会当看到3台车体拢有无同风格，有古水欢乐的，有古典优雅，嘛有文化创意。上届吸引人也是顶站的座位视线，将造予台南观光游客全新的感受。这代表来台南观光旅游有一个新的选择。那另外也是我们市容更提升、更上层楼的一个新的契机。那也是我们跟观光的业者、跟饭店业者大家共同合作来促销台南观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跟典范。那欢迎大家来台南旅游，选择搭乘观光巴士，悠闲的来体验台南的美景。会场有坐轮椅的朋友来体验双城巴士的无障碍设施，表示满意。其实上去的话，这个坡度目前来讲的话是还蛮平顺的。那上位置之后，它其实有4个安全扣，那可以把轮椅可以很安全的固定住的话，其实坐起来就比较安全。还蛮满意的吗？还蛮满意的。高雄局表示，双城巴士目前有半工300块加1工500块的2种票价。而上午虽然正式甲市民见面，不过因为考量花莲救灾气氛，所以取消原本预定的汽车，皆当看水。台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春节将要来到，桂林文化中心为着要互较侪民众感受到厚厚的年节气氛。特别邀请在地有40档经验的竹仔工艺师张永旺，带领着学生团队做伙来完成用竹仔编的大只狗仔装置艺术，相当的古锥。透过镜头，咱抢先来看。这只古锥的大只狗仔，就位伫咧桂林文化中心的广场上，互看到的人拢会当感受到满满的狗仔年节气氛。这只大只狗仔依照着米格鲁的形象，依着乱编法制作出来的。伫咧四周边，也有细只的狗仔是运用着6角边或者是5角边的方式来制作，而且拢是用台湾特有的竹仔品种长基竹所做的，开了时间，制作团队精心打造的。技法的部分呢，就是由蔡老师他设计好了这些技法，然后我们交由我的儿子跟女儿，然后还有2位长荣大学的学生，他们负责把它制作出来。那这一只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一只整个呈现，然后这么可爱的一只小狗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心里蛮感动的。当然，就我的技术来说，要做这样子一只狗狗，其实并不难。老实说，并不难。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我们把这样的技术传承给下一代，然后让4个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然后完全由他们亲手来打造。对，那老实说，这一支那个整个从设计到完工，我大概只是站在辅导的角色，然后做一些技术的指导，因为所有的整个成型，包含材料的处理，我们实际工作的日数大概有2个礼拜，2个礼拜就是准备好了材料之后，然后来打造这支，整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之前从处理材料
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初五的下晡2点半到4点，桂林文化中心也特别要伫咧这个广场来举办着熏风茶席音乐会，由民族管弦乐团带来侪美妙的乐曲，邀请民众会当前来，一方面听着歌谣，另外一方面也会当享受好茶甲美景。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社团法人国际利利沙维亚休闲发展协会，为着要让伫咧台湾的东南亚移工、学生以及新住民会当互相交流，并尊重着多元的文化。伫咧即个月24号、25号2天，淡台南国立生活美学馆要举办着东南亚新年文化飨宴，也欢迎着咱市民朋友踊跃去参加。为了让国际移工甲新住民进一步了解台湾甲东南亚文化无同，社团法人国际利利维沙亚休闲发展协会将伫即个月24、25两天举办歌唱比赛甲舞蹈表演，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这协会我这段时间的了解以后，他们是在融合台湾文化在异国的文化，泰国、越南也好，就是那些东南亚这些，他们里面都有这些课程，有些内容。那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去了解，然后成长，在语言上也好，或是文化上也好，或在财上，或者这个协会啊，在这个公益方面，我想做了很大的贡献。那尤其今天他们在这一次办的活动，这是2月24号、25号，那第一天有了办了一个就是一个歌唱的比赛哈。那在东南亚著名的这些好伙伴都是你当地的语言好。那都能够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参与这个活动。那第二天就是有东南亚的这些舞蹈越南、印尼、泰国、大陆、日本相关的这些住民来共同这种娱乐，然后分享他们的才艺文化来共享。这摆活动，该协会特别邀请市府社会文化甲观光旅游局指导，并且结合侪闽台甲其他关怀协会共同协办。活动有东南亚歌唱比赛以及无同国家的舞蹈表演，有越南、印尼、泰国甲日本、台湾等舞蹈。邀请民众这2天做伙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体验异国风味。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在新闻的最后，咱来关心到明仔载的天气变化。明仔载天气多云，温度16度至23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2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